要多说话了，就交给宝奈好了，可以吗？东尼好会讲话，大家好。那个我左手边的反炸的孩子啊，就是阿美族的孩子，节奏感很不一样。对，因为虽然看起来都很像很开心的样子，哦，就是说你们千万不要爱上他哦，他们哦。因为如果你们爱上他们的其中一个的话，你的父母亲可能会觉得很不高兴，真的，就很像如果一个律师的小孩想要嫁给一个计程车的司机的小孩，这个律师的爸爸可能也会很不高兴。我这样讲你们听得懂吗？有吗？有吗？就是很有地位的爸爸会觉得比较没有地位的爸爸的家的小孩是比较差的。这世界好不公平，不公平。哎，为什么我觉得很想哭啊？这样怎么唱？啊，可能是因为你们很年轻，然后我自己对你们有很多的期望，这样，就会有一种很气，我干嘛要想哭姐？喂，该要去改变谁？该要去责怪谁？我教我怎么唱啊？哦，怎么样？我今天在表演哭的。放这边了。可能是因为前面我都听到从中越啊跟反诈守护联盟的弟弟妹妹们讲话，就觉得啊，像这样的年轻人多一点，这个世界一定就会更美好。可是现在怎么办啊？这世界好不公平，不公平，不公平，怎会有这样的悲剧？因为我是原住民。就不被祝福的爱情，该要去改变谁？该要去责怪谁？该要去埋怨谁？还是谁也不用记得谁？爱情是为了谁？究竟是为了谁？为了谁？谁来为我披
这样的悲剧，是不是我也放弃？也放弃，也放弃。记得在蓝色的海里，我是不吭声说话的孩子。哗啦啦啦，哗啦啦啦。哎，是你呀、没有音乐的传统，我的歌声只有2、3句。哗啦啦啦。啦啦啦，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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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哦哇哇哇哇哇哇哇，这是我们海边的生活。白色的月光一升起，黑色的记忆就抛去。哦，方，远方，白色的月光一升起，黑色的记忆就忘记。哦，方。远方，哦呀，哦如果你们觉得很想要跟他们一样，有不一样的节奏感，你们可以到 7-Eleven 的冰箱选取一些精神性的饮料，你就会比较容易得到这样的效果。刚刚我唱的那个海龟啊，其实是一个河洛人，叫阿央，然后他有1/8的客家血统，然后他出生长大的那个部落，前面是阿美族，后面是布农族，然后是很少数的汉族，就从小上小学啊，就是不是阿美族，要不然就是布农族，然后一起念书这样。他一直觉得他是这个世界上最不会唱歌的人，因为很多阿美族啊，很多布农族，他觉得他自己是完全，全世界最糟的那一个。后来他参加了我跟拉布，就是我们在台东做了音乐的创作营，他就写了惊为天人的作品，这个海龟，我觉得是。我自己非常的感动。虽然他用的字很简单，没有音乐的传统，我的歌声只有2、3句，哗啦啦啦，哗啦啦啦，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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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是我自己啊，深深的感受到这个朋友的
真实的情感，就是说他虽然没有很好的技巧，可他就很真实的感动我。这个世界上有太多人拥有太多很好的技巧，都可以把美丽的沙滩、大灌水泥盖大饭店。我没有办法在这个这么富丽堂皇的，我的眼睛看到那么大的饭店，我没有办法觉得很感动，我觉得很恶心。为什么要把我们的沙滩变成这样？我们小的时候游泳的时候，三元海水浴场是长满了那个马鞍藤，就是植物虽然在沙滩上，它还是有生命力的。绿蜥龟会来产卵，然后绿蜥龟游出去以后，它10年后还会回来。现在没有办法，它找不到回来的地方。50年呢，我们所有人民拥有的三元海水浴场，我们台东人唯一一个可以带孩子去游泳的沙滩，我们唯一一个可以带孩子去游泳安全的沙滩，就这样50年，1个月6公顷的一个海湾哦，1个月不到，只要3万块，50年。然后这个地方是阿美族的传统领域，怎么会这样？这么奇怪，这是什么世界？怎么会这样？你们可以念台大，应该比较聪明嘛？有没有人要来试着了解一下，或者是试着说明一下？可能也不用到很会考试念台大才会懂。就觉得到底要赚多少钱才会够？为什么要拿别人的东西？东管处、台东县政府，你们把阿美族的传统领域拿去就是 BOT 给财团。请问三元海水浴场是你们的吗？是你东管处的吗？不是。反正中华民国就是这样嘛，就是先把法定定，然后就说是。哦。因为他们，因为中华民国就后来就来到台湾了，那刚好日本就战败了，蒋介石就接收了嘛，然后就沿用了日本殖民台湾的土地政策，然后就变成中华民国的了耶。好像又搞严肃哦，刚好不容易轻松。可是真的，因为我小时候你们有去过资本温泉的请举手。有很多太好了。我小的时候啊，我们洗的是野溪温泉，就是你带锄头就可以洗温泉了，不用带钱哦。后来饭店就一间一间盖了，30年以后就是你们现在去的资本温泉的样子。我们小的时候是没有房子的，就是山、溪谷，然后有看到很多就是随便捡起来的小树枝、木条、然后绑一绑、搭一搭，盖那个反正就盖一个小公寮。然后带一个锅子，都可以在那里生活很多天。因为那时候啊，说老人家多泡温泉，骨头会强壮，对。有很多老人家都在那里泡温泉。你看现在30年后的资本就是这样，很多饭店，然后已经没有人敢去带锄头去挖了，因为就是所有饭店排出来的废水都要经过以前我们泡野溪温泉的那个小溪有资本溪这样。可是现在哦，我42岁了，我的孩子12岁，30年后我的孩子来到我的年纪的时候，现在整个东海岸就会变成我的资本经验，会盖38个
可能有游乐场啊、饭店，各式各样的，有的没有的，这样，然后政府公部门巴不得财团进去建设。可是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些人真的需要那么多钱吗？他们一餐饭这边，你们在大台北，你们的排骨面只要65块，他们那么多钱，他们一餐要吃10碗嘛，650块，他吃得了10碗吗？所以到底要那么多钱是要干嘛？买房子？可是有很多房子啦，为什么还要那么多房子？而且还有更多的人买不起房子，这世界到底怎么了？我来唱一点有希望一点的歌好，因为你们都是我们的希望，你们，对，要给你们加油，不要一直吓你们。啊？你们要点歌？嗯？这是失恋的呢。旅行的意义。你一定是看那个的 YouTube 上面的，对不对？对不对？要不然你怎么知道我有唱旅行的意义？并没有，不行。你已经发言太多次，你不能再发言。泥娃娃，哎，我唱泥娃娃会让你们有希望的感觉吗？你快乐我快乐，流浪记会吗？爱，嗯哼。太平洋的风。哦，太平洋的风。所以。这天王军是我们的好朋友，叫马耀比后，他在1月14号要当选做立委。中间这一条是我们台东的伙伴们，就是反美丽湾，我们的好朋友建为巴黎设计的一个，希望可以大卖的反美丽湾商品，因为希望可以持续的被更多人注意，花东开发的可怕的事情一直偷偷摸摸的一直在发生，然后好，不要再讲这个，这个是另外一个可怕的事情，也是发生在我们的故乡，就是人类所创造出来的可怕的恶灵，核废料。要放在我们台东县达人乡那边，应该最快明年大选完以后就会开始，原能会就会开始要弄公投的事情，就是全台湾人，其实是很多重工业制造，就是他们用很多的电嘛，因为我们整个国家用电的政策是补助工业，让他们很便宜的用电。就是民生用的电只有20%，然后生产出，因为工业用很多的电，所以生产出很多的核废料。其实我们一般民生用电就是不用那么多，但是国家又必须要有很高的经济的，那个叫什么 GDP， 这种就是这样。可是那也没关系啊，为什么核废料要放我们台东，或是放哪一个比较偏远的地方？应该要放在最聪明、最多聪明人住的台北，资讯最流通的台北，因为这样才会有更多人来监督这个台电一直生存很安全的恶灵。你放到更偏远的地方，那不是就更可怕吗？这个恶灵，你要更认识它，好好的把它管理好。怎么可以把它放在偏远的地方就装作没有？
然后继续用很多电。你看我们有那么多电，工业继续用更多的电，因为要有很高的 GDP。哦，我现在有一个题目哦，答对了我会送你一条毛巾。啊，准备好了吗？有一部纪录片叫《和你到永远》，我昨天问的比较，昨天在那个梦想音乐节问的太简单，我说有看过的我就送了，你看。但是我问的这个题目啊，一定有看过才会知道。有看，我先问有看过的几个啦，好不好？你们可以全部举，因为你们不会得到毛巾。有看过这部片的请举手。没有啊？有吗？哦，有哦。哇，那你们一定哦，4个哦。啊，那你们要不要出来分享你们看完的心得？只要愿意出来分享，我就送。快点哦，给你们抢哦，快点，4个人，快点啊！没有啊，因为毛巾不吸引人，那我要加码喽。哦，有了有了。你是学生吗？有没有学生要出来竞争的？快点，有吗？要不然要被社会人士拿走哦。有没有啦？有没有团？还是今天来的都是社会人士？等一下，你先等一下。没有哦，都没有学生看过。好吧，好像就是属于你的了。请为我们分享一下和你的永远，要拿起来耶。他是在讲挪威、北欧、瑞典。瑞典。对，这个导演是丹麦的。哦，对对。这样还要送你吗？你可不可以靠近麦克风一点？好，就是他们好像从80、90年代就开始设计的一个核废料的最终储存厂，但是那个导演把这部片拍得很哲学，他讲说就是这好像是一个不能被后世的子孙发现的金字塔，或者是务必要让后世子孙他们不能发现，因为这是一个很糟糕的东西，发现了就代表灾难跟所有的厄运将会到来。我的感想是这样。你讲完了吗？好，好，谢谢。那等下我唱完的时候，你来找我哈。谢谢你。其实我要问他的问题是，他们把那个最终储存场放在地，这是地表嘛哈，地往下挖的500公尺，哦，就是往地心这样。可那个地方的地质是多少年没有变动过的地质？多少年？你记得吗？多少？啊？错了。可是我还是会送你毛巾。18亿万年，懂那意思吗？他们选在一个这么坚固，就是因为地表很不稳定，地表很容易有很多的什么台风啊、地震啊，什么很多的，随时会变化，很容易变化。他们就往最稳定的地心去，然后是那个圆盘是很长很长，用亿万年来算的，那么久不会变动的地方来放这个太危险的东西。我问的是这个数字啊，我希望我记得的是对的。反正你们就听就，反正就是很久啊，不要介意多久啊。那个数字可能是错的，我只是想说，也许他知道的话，我就可以再更确定一次，我记得那个数字是不是对的这样。所
最早的一件衣裳，最早的一片呼唤，最早的一个故乡，最早的一件往事，是太平洋的风徐徐吹来，吹过所有的全部，落成池子，划过落地的披风，丝丝若细，悠悠然的生机，吹过了多少人的脸颊，才吹上了我的。太平洋的风一直在吹。最早世界的感觉，最早感觉的世界，最早世界的感觉，最早感觉的世界。浮影婆娑，在辽阔无际的海洋，寒落花动，在千古的风台和平原，吹上山，吹落山，吹进了美丽的山谷。太平洋的风一直在吹。最早母亲的感觉，最早的一份决心，吹动无数的孤儿船帆，临近了宁静的港湾，传说着美丽的海峡上，吹上延绵无穷的海岸，吹着你，吹着我，吹生命草原的歌啊，太平洋的风一直在吹。最早和平的感觉，最早感觉的和平，吹散弥漫的帝国霸气，吹生出壮丽的叶子国度，飘夹着南岛的气息，那是自然尊贵而丰盛，坠落斑斑的帝国旗帜，吹生出我们的槟榔树叶，飘夹着芬芳的玉兰花香，吹进了我们的村庄，飘夹着芬芳的玉兰花香，吹进了我们的村庄，吹开我最爱的窗。太平洋的风徐徐吹来，吹过真正的太平，太平洋的风徐徐吹来，吹过真
真的，我有提醒你们，我有提醒你们，如果你们想要，我知道你们不想，没关系。啊，哎，你的饮料是花生吗？杏仁吗？没有，我以为你也有精神性饮料。可是我这样讲好像在告诉你们说，我们的族人很爱喝酒哦，是不是这样？其实有，对不对？可是真的，我们的族人有一些真的很爱喝酒，我自己就很爱喝酒，我真的很爱喝酒。可是因为我是用身体工作的，就是我要，比如说我今天来，我一定要尽量让自己保持在，有说服力的声音这样，要不然我其实是很喜欢很轻松的感觉。我爸爸是一个人开大卡车的，哦，就是那个我小时候我爸爸就是开大卡车，然后就会从林班地，就国家就把一大片地的森林啊，就标售给各个有钱的什么的，然后就会，我爸爸是开大卡车的嘛，那个进去把那个林班的大木头什么块木什么的这样摘下来。可是我爸爸很酷哎，他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倒一杯酒给我，然后一整天都在喝米酒。可是他不会喝很快，然后所以他也不会酒醉，他就是慢慢的喝。你没有比较好的轮子吗？你是 7-Eleven 呢？你是国际的财团的国际跨国公司，你们没有比较好的轮子的吗？我这样是不是很坏？哦，是跟我爸一样。反正就是我要讲的是，搞不好他跟我爸一样也有喝酒了，就是没有喝醉这样。可是就是在你的身体是很舒服的一个精神很有精神的一个阶段。一直跑，一直保持在那个刚好的那个阶段。我说的是真的，我从来没有看过我爸爸喝酒以后大声对别人说话，或者是情绪很不稳定，他就是一直很愉快的样子。可是也不是疯疯癫癫啊，是非常和善、舒适的一种美好的状态。所以我个人也非常喜欢那个美好的。我刚才有喝一小口，因为我们的年轻人就一直要想。好了，我们来静一下。就是一定要喝到刚好，这样。时间很像快要到了哈，还没有吗？苏明还没有来。苏明本来应该要唱7点半的，不过他真的是太忙了。他现在这个年纪就很冲，未来你们一定可以很理，就像你们现在在念书啊，那很冲，就很希望自己不要错过很多很好的机会，很努力的让自己有很好的表现。好，我刚刚唱了《太平洋的风》，然后刚刚的点歌，刚刚有一首歌没有人点，但是我还蛮想唱的。没有，我这个节奏是有对到他那个轮胎的，真的有，我刚刚非常认真的要对上它，可是它就到了，还有第二次。
自己是谁吗？你勇敢地面对自己了吗？你也想要一个答案吗？会不会没有人能回答？这个世界是你所想象的吗？所有的改变你都能承受了吗？你会不会也常常觉得害怕？你会不会也常常想不出办法？为何重复着矛盾与挣扎，模糊不清的黑白真假？你能不能为自己想一想？为何总分不清该简单还是复杂？会在心里不停地起变化。你能不能为自己想一想？你决定要轻易妥协了吗？是真的已经无路可走了吗？你无法让自己的心平静吗？你无法让自己更有勇气吗？为何总着矛盾与挣扎，模糊不清的黑白真假？你能不能为自己想一想？为何总分不清该简单还是复杂？会在心里不停地起变化。你能不能好好的想一想？知道你自己是谁吗？其实我的原生家庭啊，是一个非常非常破碎的家庭。可是我觉得我最大最好的运气是我很爱唱歌，然后我有被生出一个很奇怪的声音，然后我认识了很重要的几个很关键的人，这样，一个是 Landy， 也就是我们音乐圈很重要的一个前辈。然后他说，因为有一次我被滚石唱，那时候我还是小姐的时候，滚石唱片公司，我还是挺瘦的时候，滚石唱片公司反正就是安排我跟这个重要的人有一个会议，然后他明示了我要做一件事情，是努力的写歌，把原住民族的处境用你的歌表达出来。那时候我24岁，我那么美丽，我那么想要当大明星的时候，跟我讲这个话，可是很奇妙的是，我听进去了。可是我在滚石的2个合约，就是3年、6年的合约里面，我并没有顺利的出唱片，因为我声音太奇怪了，就是主流的制作人不知道怎么处理，啊，有能力处理的又都太忙这样，然后后来我就没有顺利的发片，可是我就认真的面对我的生活，面对我最真实的感受，也就写了一些歌这样。然后那时候写歌是一种无法，就是我不写我会死掉的一种，就是我写歌是我继续生存下去一个很大的
力量的来源。我可以把我自己讲出来，让我有继续生存下去的能力。那也因为写歌的这个不停的反复一个，可能早上觉得这样很好，晚上觉得这样是屁，一直自己跟自己的对话里面，发现，即便是再怎么破碎的家庭长大的人，如果有一个合适的过程，还是有机会可以变成幸福美满的人生。我讲的是真的哦，我不是为了鼓励你们、糊弄你们乱讲，这是发生在我自己身上，活生生。而且我觉得，生命是美好的，特别是当你发现你是一个可以对社会有贡献的人的时候。而且，我发现我在感觉我的生命的时候，我常常觉得，啊，真的怎么那么好啊？真的啊，像我们现在住在都兰，哇，风吹过来怎么那么好啊？去游泳哇，常常觉得太多可以赞叹的。所以，不管你们现在觉得你们生命的状态怎么样啊，反正加油，真的，希望有一天你们也有机会。可能你们现在已经感觉到了哈，我自以为自己这个感觉是很爽，搞不好你们都有了，就觉得生命多么的美好，对不对哈？我是因为我很爱唱歌，所以这样。那边的年轻人现在其实很苦闷，因为念书都念很久。你们有没有？你们有没有念书念好久？哦，加油哦！好，赶快脱离学校哦！好，接下来我要请拿普跟我一起唱歌。我们家的农夫，他会睡着吗？如果有看到他，把他叫醒一下，好不好？在哪里啊？哎，他穿衣服哎，还穿大衣耶，你会冷吼。他们很多人看到他，然后就说：“哎，你穿衣服哎，好奇怪。”你要唱杯嘴吗？好，我们已经知道了。已经到了。请问主办单位现在还有几分钟？超过了。为什么？他们还没有来告诉我，还是我看不见他们？等一下，不要这样，乖点。哎，主办单位在哪里啊？他们想讲我不想做，我嘛想做。还有几分钟好吗？可以告诉我吗？20分。好，谢谢。哪还有可能？20吗？确定？20分钟。真的吗？使命来了。20分钟几点？视频讲的。还有20分钟，差一点点。对。还有20啊。那个核废料厂确实是18亿年的历史。真的吗？我没弄错。18亿年还是18亿万年？1万跟1年它一样。我的意思是18亿个万还是18亿个？18亿万个，所以我讲的是对的嘛？18亿年，一样的意思。我们没有被教到那么多的数字。我平常用不到那么多数字啊，纯粹是4个角。你突然讲到18这个，我们刚才在讲几分钟的事，怎么突然跳来？已经剩下18分钟了。好嘞。你今天想唱什么呢？快点唱哦！不要啊！
好，哎，别嘴，好，别嘴。要醉就爱情不落，一时请来想袂开。阮知影，阮袂当无你，也是要用做你。热恋的时等的你，失恋的时要讲你，叫我要安怎才会离？啊，缘去啊，缘去，参酒甲啉落去，希望最后将你放回去。领取掌声给你。要醉是叫爱情负累，一时请来想袂开。你明明知影，阮袂当无你。也是要用做你热恋的时等的你，失恋的时要讲你，叫我要安怎才会离？爱去，参酒甲啉落去。希望最后将你放袂记。这前天是国际人权日，当然，台湾的所谓的转型正义已经开始启动了。原住民族群的，还有台湾的土地环境的转型正义，现在要当个担时嘞，都想得多复杂啊！你才刚唱完杯嘴，然后讲真的很烂，根本你接不上啊，很硬对啊，你就是自己选择嘛，面对这么不公不义，你怎么去是妥协呢？杯嘴呢，还是？从杯嘴里面，那也不是，就是看你怎么去面对，自己做选择。因为在学校的教育里面没有给我们太多这样子的学习，以至于我们常常纵容了这些政客，以至于我们纵容了国家这个机器，摆布了我们的命运。那是怎么样？真的是这个样子。那如果有更多的年轻人愿意去尝试、去实践不一样的生命，还有环境的体验，我相信应该会更多元，应该会更有机、更有生命力。接下来我们要来唱最后一首歌，也许有一天。你们的金钱太愉快了。也许有一天，如果没有去实践，一直都不会来。要试着走，试着做，试着体验不一样。10年、11年、12年呢？每年花1个月的时间，回到所谓的传统领域。妈妈出生的，妈妈也在那个点，在1941年的时候被日本政府用枪杆、用威胁、用大米利诱我们的族人从内本路被迁徙到从1500公尺的高山上迁徙到150公尺，也从此再也没有回去了。那从妈妈的口中诉说，然后重新再去寻找，
那样的空间，想要体验的、想要实践的，就是在那样的空间、那样的环境里面，到底是如何孕育了我族我群的价值，我族我群的文明。也许有一天。哎呀呀！Santa Mapasado Maviato Sisibong Jatagising Sing Nibis kayo kayap to nakauka Nakamata说的那儿是像天堂一样的想象，也许有一天你也会想要改变，用不同的方式和不同的价值。也许有一天你也会想要了解古老的歌在哪里诞生。也许有一天 Satu dengan teklas mas tang mas melintang gusto ay mas gusto teklas sa libuscin pakai daga at malgoni mas teklas daydan mas limunadan kain sisibong kain tahan sing dan dalak ay maksud asang kadalagan sa nusin sa nusin kakulumaha kulumak sa may khaltog istina tusok dalak 让风吹着你的长发，让眼泪尽情流下，可以尽情尽情的徜徉。回家吧，回家，让风吹着你的长发，让眼泪尽情流下，可以尽情尽情的徜徉。回家吧。也许有一天，你也会想要离开繁华的城市。也许有一天，你也会想要看见妈妈说的那儿是像天堂一样
我想一想，也许有一天， Tidak ke batu, kedada ke hutuna, 有一天 ada ke lukis, ke rumaha, 好像 kapaninga, 遥远的 ke husdulam, ispisaya ke maksud kunutu, ulumahina kata, 也许 sau 有 lumahina 一 kata, 天， sau siya may haltu mustina pusukun 有 dala, 一天能跟随 ay 你 sisibong kanta 脚 kata 步， sisinan 好 dala 像 kan 遥 maksud 远 masang, 的 ulumah. 来不及。让风吹着你的长发，让眼泪轻轻地落下，轻轻地唱呀，回家吧，回家。吹着你的长发，让泪轻轻地流下，轻轻地唱呀，回家吧。 Unina, menghumisa. 谢谢大家。好，我们再一次热情的掌声，谢谢白赖跟拉布。好，好不好听啊？好听对不对？啊，想不想再听？好，我告诉你。